各位好，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喺國際物流中，我哋經常會見到提取時效同簽收時效呢啲字眼，咁兩者之間有咩區別呢？今日用1分鐘幫你搞清楚。提取係指貨物抵達碼頭之後，被快遞或者係卡車車隊提取嘅意思。我哋都知道，跨境貨物喺國外完成咗清關之後，仲需要一個尾程派送。尾程派送一般有卡車派送或者係快遞派送兩種方式，因此提取時效指嘅就係貨物開船到卡車或者係快遞將貨物攞走嘅時效。喺國際快遞將貨物攞走之後，會有一個掃描嘅動作。掃描之後，你嘅貨物就錄入咗快遞系統裏面，跟住落嚟嘅每一個軌跡都係可以查詢㗎。業內通常將呢種方式稱之為上網。將貨物成功咁派送到亞馬遜倉庫或者係客戶嘅手中，呢一步就係國際物流嘅完結步驟啦，亦就係真正意義上嘅運輸鏈路嘅完結。所以到呢度嘅時效就叫做簽收時效，亦即係國際物流嘅整體時效。所以賣家喺詢價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貨代俾嘅係乜嘢時效，到底係提取時效定係簽收時效？呢兩者之間嘅區別仲係幾大㗎？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鍾意我哋嘅話，點個 like 啦！